的媒体曝光，台湾为着要向川普展现对抗中国的决心，按算要甲美国买5000亿的武器，这件是副总统萧美琴负责的。不过总统府回应，目前无新一阶段的讨论。 穿红色的套装参加工业节的庆祝大会，副总统萧美琴对台湾的百工百业行向世界有信心。工业总会理事长更加对伊拍好台美关系真安心。萧美琴在美国把这个公共的关系做好，川普一当选，台湾只能讲一句安，不成问题，所以企业界就安心了。 唔那企业界安那，金融时报嘛报讲，台湾拍算要买总价值超过150亿美金，差不多5000亿台票的武器，包括神盾舰甲 F-35的战斗机。这方面正由副总统萧美琴甲国安会秘书长伫负责。总统府表示讲，目前无进一步的讨论。国防部是表示讲，若是会当提升战力。 拢是选项提案呢，可能是之前就很久以前就酝酿，那被爆料呢，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现在的国安团队啊，哩哩啦啦。如果能够快速的盘点需求，并且呢跟国外呢去邀约说我们需要这些武器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。 若是为川普将要任命的国安顾问的人选来看，对台湾嘛是一项好消息。沃兹众议员。 满面的笑容，甲当时的总统蔡英文拍招呼，伊就是《华尔街日报》点名，将会担任川普政府国安顾问的友台众议员瓦尔兹。伊长期批评中国的行为，去年佫出册提出5大抗中的对策，其中一项就是加速武装台湾。Michael Waltz 这一位众议员，确实他对中国的态度是相当强硬的。那从台湾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会做好的事情，让自己成为一个 区域和平最重要的角色，加强自主的防卫能力。台湾要安怎提升国防预算，展现决心，这是赖政府重要的课题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